叫做麥華章，我係香港經濟日報嘅社長。咁我學呢個太極五行功，已經係由1998年開始，前後已經12年啦。因為咧我自己過去咧係曾經咧係患過網球肘嘅，咁咧就成日咧成個膊頭咧就係冤冤痛痛，咁咧亦都睇物理治療啊，睇好多啊，都冇辦法解決問題。咁咧我學咗呢個功之後咧，就已經開始咧就有反應啦，即係直情咧係練下功嗰陣時咧，成個手好似人家咧大回環係咁揈得好勁，哇揈咗呢個差唔多成個月啦，咁結果就好咗，即係好自然咁就好咗嘅。呢個功咧，我覺得特別對好多慢性疾病咧係個療效就非常好，包括咧譬如好多同免疫系統有關嘅疾病，譬如呢個我見過有紅斑狼瘡啊，甚至乎咧係有呢個其他嘅譬如糖尿病啦，甚或乎咧係唔同程度嘅癌症都有比較好嘅效果，有啲徹底治愈，有啲未治愈嘅都有改進咗嗰個病情，或者咧係提高咗佢嘅生活質素。